超啊！我想開日文啊！日經日本語學校有好多唔同嘅課程，適合唔同學習目標嘅同學㗎。同學仔，我帶你睇下學校環境先啦。本校創立於1986年，一直提供純日語教育服務。日經設有3間自治物業校舍，位於佐敦、旺角、銅鑼灣嘅中心地帶，鄰近地鐵站，非常之方便。本校嘅 N5 至 N1 能力班課程由專業嘅香港人導師及日籍導師教授，大部分課程已列入持續進修基金名單中。無論你嘅目標係想學好流利嘅日語，抑或係考取日語能力試，日經提供嘅各種課程都可以滿足你嘅要求。日經仲有適合唔同中小學生嘅兒童班課程同青少年班課程，由專業資格嘅日籍導師執教，配合我哋嘅自製教材以及各種唔同嘅遊戲同活動，可以靈活運用到課堂所學習嘅日語。いいですね，我要報名啦！